如果喺日本只係想買包煙，會去自動販賣機買，既快捷又唔使俾人 cap 圖。買煙過程截圖流出，Eason鬧爆店員犯法。出去一下，還在戒煙，還用買煙嗎？出去一下，瞞着太太才獨處一下。有冇瞞住太太就唔知啦，不過前排喺日本買煙就俾人翻拍 CCTV 擺咗上網咯。陳奕迅嚟咗大阪，喺七仔買咗包煙啊！我有壓必須要發射。你朋友做緊嘢，佢點影到呢張相呢？假設除非佢將錄像重播，然後再影 CCTV 嘅畫面，咁樣做合規則、合理，甚至合法咩？Eason 尋日喺微博發炮，啲相個網民都 delete 咗啦，唔少 fans 都勸 Eason 咪嬲。我冇嬲，我已經翻咗去間便利店，留低咗張字條俾個店員，希望佢清楚自己嘅職責。俾 Eason 鬧爆嘅同時，又得到佢嘅墨寶，個店員都唔知開心好啊定唔開心好啦。